美国前国务卿蓬佩奥1月19日宣布，他将中国对东突厥散的镇压定性为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在蓬佩奥的决定引起国际关注的时候，据报道，中国当局已命令东突厥散的维吾尔干部指责和抹黑蓬佩奥。来自东突厥散地方政府部门的书面通知指出，各级机构必须制作一段针对美国国务卿蓬佩奥的视频，具体要求如下：首先，必须选择一个会说汉语的维吾尔人；其次，他必须首先自我介绍，比如我是中国新疆人；第三步是通过使用诸如我强烈反对、我愤怒之类的言论来捍卫党政府。最后，有必要证明他爱中国，并且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1月27日是大屠杀纪念日，人们纪念二战期间在纳粹统治下被谋杀的数百万人，其中包括数百万犹太人。英国犹太社区的领袖表示，人们没有从大屠杀的恐怖中吸取教训。维吾尔穆斯林的困境与几十年前欧洲犹太人遭受的种族灭绝惊人的相似。英国犹太人权组织勒内卡森执行董事格罗斯表示，中国实际上是在试图根除维吾尔语文化和传统。尽管华盛顿政府因侵犯维吾尔族的权利和强迫劳动而对该东突厥散经营的公司实施了制裁，但东突厥散对美国的出口在2020年比上一年增加了1倍以上。根据南华早报的消息，出口增长的大部分来自该地区制造的风力涡轮机的销售。尽管去年的总出口额比2019年增长了116%，但风力涡轮机的出口额却增长了3265%。根据2020年下半年做出的决定，美国国会对一些在东突厥散从事生产的中国公司实施了出口禁令，理由是他们被指控对维吾尔人进行强迫劳动。美国海关和边境执法局于12月3日宣布，将从东突厥散进口的棉花停止，并将扣留港口的产品。美国前国务卿迈克尔·蓬佩奥1月19日说，他得出的结论是中国在东突厥散实施了种族灭绝和危害人类罪。美国总统拜登提名的商务部长吉娜承诺对中国的贸易和技术威胁采取强硬立场，但没有表示将继续执行特朗普政府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的政策。即将担任商务部长的吉娜周二在其任命听证会上声称，我们不能让中国人或任何人通过后门进入我们的网络，以及用任何方式损害我们的国家或经济安全。在回应来自德克萨州共和党参议员特德·克鲁兹的质询时，吉娜并未对前任政府针对中国技术企业采取的某些行动表示赞同。他拒绝承诺继续实施商务部将华为列入黑名单的规定。德国籍土耳其足球巨星厄齐尔告别英国的职业生涯，正式与土耳其费内尔巴赫切球队签署3年合同。厄齐尔离开英国超级联盟阿森纳，震动了欧洲。有消息称，厄齐尔离开阿森纳是基于政治原因，而不是球技问题。厄齐尔于2019年12月在社交媒体上发表信息，批评中国对东突厥散维吾尔人的侵犯人权。